歡迎大家嚟到 DAS 嘅投資學啊！咁下一周講美股周察人嘅觀點係恒指震盪整固，結構分化；美指震盪蓄勢，下跌收復啊！咁恒指、美指下一周主旋律係乜嘢？就係兩個字，都係震盪啊！咁我認為下一周講美股嘅操作難度會非常之大，因為恒生指數同埋呢個美股其實係處於一個乜嘢？上有壓力，下有支撐，比較尷尬嘅一個局面，其實係可上可下嘅。咁呢個時候對於我哋嘅操作嘅難度要求就特別高。咁有好多朋友，如果呢個位置你冇把握好呢個節奏嘅話，係非常之容易將你前面賺嘅錢還翻俾市場嘅。咁點樣喺下一周挖掘超額嘅收益呢？繼續我哋嘅課堂。咁首先嚟睇下恒生指數嘅走勢震盪整固，結構分化。咁我哋睇下恒生指數嘅一個K 線恒生指數呢個位置目前講仲係多頭發散向上嘅一個走勢。咁中午收盤而家係有尋求20日線月線嘅支撐嘅動作。咁從大嘅一個周期嚟睇，恒生指數呢個位置我仍然對後市維持一個樂觀嘅態勢。復下恒生指數呢一波上升嘅一個炒作路徑，第一波冇推動長線資金嘅入市引發咗恒指估值政策嘅一個收復行情。咁春節後接勢打破美國 AI 嘅壟斷，中概科技資產係上沽。咁下一波行情將要繼續衝嘅話，有乜嘢驅動？有乜嘢主題？就係兩會。就係兩會，所以我喺前度同大家講，恒指呢一波想要繼續衝嘅話，佢嘅呢個方向一定係圍繞住兩會嚟展開嘅。所以大家近排操作嘅一個選股方向盡量往兩會呢個概念去靠攏。例如話乜嘢？新增生產力、國企改革呢個我認為係預期差比較大，兩個大嘅方向咁恒生指數呢一波高度睇幾多我仲係維持25000呢個標位，25000呢個位置我其實只係恒生指數一個比較大嘅心理壓力位，25000整數呢個壓力位，所以目前講仲有一定嘅時間空間去觸達所以恒指呢個位置我認為從操作嘅呢一個大方向嘅策略度仲係逢低去做多，咁仲係回歸到我嘅呢個對恒生指數嘅兩大因子嘅分析，一個係資金端資金端重點係乜嘢？美元貶值壓力巨大呢個係最新嘅美元指數嘅一個 K 線圖咁而家美元指數呢個位置下一周其實你可以睇到佢有稍微有拐頭嘅動作，所以呢個位置對於下一周港股嘅呢一個外資嚟講有一定嘅撤出嘅風險。呢個我哋要注意下，然之後咁從呢個北水嘅呢個流向嚟講咁北水而家仲喺度瘋狂咁去湧入，喺度抄底緊，所以從資金端嘅角度嚟講仲係有望獲得一個強勁嘅支撐。咁政策端呢個就更加唔使話，政策底領先市場底咁啱啱過去咗呢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有大力咁去提及到要支持股市嘅一個穩定嘅一個發展，最重要係乜嘢？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息度寬鬆呢一個組合係前所未有嘅，所以我一直同大家講，2022年政策端嘅刺激力度，我認為將會超乎大家嘅想象赤字率都係到咗歷史嘅最高值4%最高值，所以同大家講就係政策端非常之我哋去期望咁頭先係從呢個宏觀嘅角度同大家分析恒指政策同埋資金嘅角度同大家分析恒指，仲係繼續保持樂觀嘅一個觀點。咁我想稍微從微觀嘅角度同大家分析下恒指。咁本周近排都係一個財報季，咁好多公司都喺度發布咗呢個財報。咁本周有2個明星公司都發布咗呢個財報，咁呢個我其實都有必要同大家做一個解讀。騰訊同埋小米，咁騰訊嘅話業績初期，咁大家睇下呢個具體嘅呢個數字我就唔多講，同比增長30%，淨利潤678%，毛利率仲繼續提升緊，然之後比較注意係乜嘢？
計劃回購800億，然之後仲將呢個股息提升到32%。雖然大家講就係騰訊啊，雖然佢嘅呢個公佈業績之後佢嘅股價有個回落嘅動作啊，好似話市場好似唔係咁認可，但係我認為佢嘅呢個財報仲係非常之好嘅。呢個調整更多係一個獲利嘅一個拋售，獲利嘅一個洗盤拋售嘅動作。呢個位置反而係我哋前期如果冇去入場嘅朋友逢低做到嘅機會。咁騰訊呢個稍微低於預期就係乜嘢？2022年啊，喺 AI 資本開支方面嘅指引係低於預期，低於預期啊，所以就引發咗市場對於呢一個騰訊 AI 地位嘅一個質疑啊，有個調整嘅動作，呢個係佢呢個調整嘅主邏輯。然之後係小米嘅呢個財報啊，咁小米財報啊，雷軍話呢個係小米史上最強嘅年報啊，咁小米嘅財報啊，前面我喺直播間有同大家講，小米嘅財報只有兩種，超預期同埋大超預期啊，咁小米嘅呢個財報啊，我認為係超預期啊，係超預期嘅。點解咁話啊？我哋睇下小米咁。前面有同大家講嘅就係技術面係領先基本面嘅，咁小米呢一波升幅其實我認為財報肯定係超預期，但係呢佢嘅呢個升幅啊就係過分透支呢個預期啊，呢一年後就直接翻咗1倍嘅，年後呢一波就翻咗1倍啦，30差唔多34升到呢個50啦，已經係將佢業績高增長嘅呢個預期有透支咗。咁係同大家講呢一份財報，我認為仲係非常之亮麗嘅啊！咁重點係乜嘢啊？睇具體嘅數據啊，第四季度同比增長啊，接近50%，係首次單季度突破1000億大關。然之後呢個第四季度淨利潤同比增長90.4%啊，營業利潤75.8%同比增長，全年嘅淨利潤同比增長34.9%。財報有乜嘢亮點值得你關注？兩個亮點，第一個係乜嘢？手機高端化起人啊！咁大家知道之前小米嘅標籤都係性價比啊，就係比較偏低端嘅。但係你睇下最新嘅一啲數據，小米喺4000到5000個價位呢個份額已經有24.3%位居第一啊！咁5000到6000個價位都接近10%，高端化業務係取得咗起人嘅進展嘅啊！最驚喜係乜嘢？汽車業務成為新嘅增長引擎啊！咁而家小米今年要全力衝刺交付35萬台嘅目標啊，都上調咗呢個指引嘅。佢嘅呢個交付其實係再取決於佢嘅產能，唔係話佢想賣咁多，而係佢產能佢自己可以生產得咁多。所以小米喺汽車業務呢一方面嘅話，我哋仲係重點關注呢個產能嘅爬坡情況。所以我分析呢兩個核心嘅公司小米同埋騰訊咁大家知道小米呢一波領升嘅指數係乜嘢？就係恒生科技指數。咁恒生科技指數兩個最重要嘅權重股就係騰訊同埋小米。咁呢兩家巨頭業績增長仲係非常之高嘅預期嘅仲係起人嘅。所以從呢個微觀嘅角度嚟講，恒指我哋都係繼續要保留樂觀嘅觀點再係睇好。咁接住就係講下美股啦。咁美股我嘅預判係震盪蓄勢下跌收復咁我哋睇下納指呢個位置咁呢一波跌幅非常之強非常之大。我哋睇下納指呢個位置係已經有一個下跌抵抗動作12星喺度衝刺，但係拋壓都非常之強。你睇天線寶寶近排嘅走勢就係天線寶寶嘅走勢一直喺度呢個上緊線非常之長非常之長所以納指後市點睇？我哋下一周嘅話，呢個位置有一個下跌收復嘅動作，震盪蓄勢下跌收復呢個位置大概有一個小嘅收復嘅動作但係我認為操作難度仲係非常之大。呢個位置其實係一個小級別嘅一個反彈，小級別嘅反彈呢個時候對我哋嘅操作要求其實係特別大。所以同大家講，如果從大嘅方向嚟講我更加建議係一個逢低調倉股離場一個操作。咁點解我對納指後市仲係悲觀嘅呢？
咁其實我喺美股大跌，我當時喺呢個位置，其實我喺春節後呢個位置我就同大家整理咗美股，我係強烈睇空嘅，特別係呢個位置，我當時用嘅標題就係強弩之末。咁當時我整理咗4個邏輯，我哋睇下近排美股佢係佢有冇一個邊際嘅轉好咧？第一個咁嘅分歧。前面同大家講，DeepSeek打破美國 AI 龍頭中概科技資產階層股，仲衍生出一個新邏輯，東升西降。咁目前講，我認為呢、這個喺呢一波跌幅我認為係差唔多啦，但係咧仲冇完全呢、這個位置，但係我認為仲有保留一定嘅空間，仲有一定調整嘅空間。所以位置我要打個半咯。財報對應咁大家知道就係財報七姊妹。除咗 Meta 同埋 Nvidia 財報係超預期之外，其他姊妹係低預期嘅。雖然呢一波調整嘅幅度相對係比較大一啲，但係從財報對應角嚟講，我認為仲有較大嘅估值消化空間，特別係蘋果。所以呢個位置我都打半到。政策觀望，大家知道就係近排特朗普嘅呢個關稅政策非常之搖擺。咁從政策嘅角度嚟講，仲需要觀望，呢個絕對要打一個大大嘅叉，仲冇睇到有緩和嘅跡象。然之後暫停減息，咁等陣我會同大家講下，就係美聯儲尋日利率決議3月利率決議同大家做一個解讀。咁換咗暫停減息，我認為呢個分歧仲非常之大。呢個係目前講係美股重大嘅敘事邏輯，政策同埋美聯儲嘅貨幣路徑，呢個冇睇到改觀嘅跡象。所以同大家講就係呢一波美股我調整周期，我睇到6月份，因為到6月份從政策落地嘅角度同埋呢個美聯儲嘅呢一個會紀要嘅角度嚟講，呢個信息至會明朗，唔係話喺6之前都係個巨大嘅暗箱。所以美股呢個位置我哋唔係輕易言底。咁接住就係講下呢個美聯儲嘅呢個利率決議啦。咁尋日係終於係公布咗佢嘅呢個3月嘅議息決議咁暫停減息呢個我認為其實係冇太多懸念嘅地方，因為前幾排我哋一直喺度釋放相關嘅信號。咁我哋重點睇乜嘢呢個美聯儲嘅呢個點陣圖，我哋睇得出美聯儲而家仲係維持呢個利率4.25到4.5呢個區間不變連續第2次按兵不動。呢個最新嘅呢個利率點陣圖顯示乜嘢？點陣圖都係季度出嘅，12月份2024年12月份嘅有點陣圖，我哋睇得出利率嘅區間仲係維持喺4到呢個3.7差唔多係呢個區間，仲係維持呢個區間但係我哋要睇得出乜嘢？佢嘅呢個點佢有向上傾移嘅動作。你睇呢個位置，佢翻入咩？轉到前面即係話乜嘢？有一半以上嘅人支持乜嘢？今年暫停減息，今年減息1次，甚至乎就係暫停減息。呢個對應嘅係減息2次50個 BP， 最高呢個位置。咁呢個係暫停，呢個係減息1次，呢個係唔減息。即係話而家呢個美聯儲呢個官員分歧非常之大。咁講下呢個核心連續2次會議暫停減息，符合市場預期。咁聲明佢刪除咗就業同埋通脹目標風險大體均衡嘅一個說辭。咁明顯經濟前景嘅不確定性喺度增加。然之後放慢呢個縮表利率預測中值保持不變。預計今明年各2次25個基點嘅減息，然之後仲下調今呢幾年嘅一個 GDP 嘅一個預期增長嘅預期。新美聯儲通訊社話今年通脹同埋失業率預期更高，反映咗關稅可能。雖然大家講就係關稅呢個，我哋一定要重點去關注。特朗普嘅政策對外關稅，對外有乜嘢驅逐非法移民裁員呢個美股再通脹嘅預期好高。咁美聯儲再減息嘅話，呢個通脹就失控啦。之前佢嘅努力都付諸東流，所以佢肯定要觀望嘅。呢個係最新嘅一個 CME 嘅呢個一個統計表，減息嘅一個路徑。5月份唔減息嘅概率超過
超87至84%然之後6月份減息概率接近75%，然之後就係近排美股嘅一個大嘅敘事邏輯就係特朗普衰退所以喺呢個背景之下，我同大家講就係而家經濟美股嘅呢個經濟，我認為衰退嘅特別大嘅。咁目前嚟講漸行漸近，所以呢個預期之下，美股我認為仲係調整嘅格局更加大。呢個時候翻係我哋要逢高去拋售嘅時機。咁有乜嘢品種可以避險呢？盛世古董，亂世黃金，咁衰退黃金當然係我哋嘅首選所以我喺本周我周一嘅時候同大家分享咗黃金嘅投資部署策略。咁其實我喺直播間上個禮拜四精準同大家提示咗黃金嘅呢個投資機會，一提示就連續咁拉升所以喺呢度我同大家講就係大家平時同我直播間同我做一個互動，會同大家做一個分享解答嘅。咁黃金首次突破3000美元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關鍵象徵意義嘅一個點位，上升空間黃金我認為係非常之我哋去重點關注嘅咁呢個更加詳細嘅邏輯同埋一啲核心嘅標的，我都放喺呢個黃金策略專項裏面咁我都歡迎大家嚟領取免費領取，去點擊呢個下面嘅鏈接同服務顧問助理領取。我同大家分享嘅機會全部都係咩？都係大級嘅大方向絕對唔係話一兩日就投資就冇機會。咁下一周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標的係乜嘢黃金 ETF 黃金 ETF 其實邏輯我喺黃金策略專項裏面有詳細講但係呢度我就唔多重複啦。咁黃金分享兩個 ETF， 一個係港股2840一個係黃金 GLD 美股嘅咁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我再見，拜拜。